3D 打印機竟然可以印出一間屋，輸出裝置嘅發展絕對超乎你想象。輸出裝置嘅主要任務就係將電腦處理好嘅資料呈現翻俾我哋睇。最常見嘅一定係熒幕啦，依家主要用緊 LCD 同埋 LED 呢兩種顯示技術。打印機方面，噴墨式打印機色彩鮮艷，最啱用嚟印靚靚嘅相片。至於鐳射打印機，速度快而且字體清晰，印大量嘅文件就最啱啦。喇叭同埋耳機就負責將數碼信號變成聲音，為我哋帶嚟聽覺享受。想成班人一齊睇，投影機就可以將畫面放大投射去大銀幕度啦。如果要印超大型嘅工程圖紙或者海報，就需要用到專業嘅繪圖機。3D 打印機仲勁，可以將數碼模型變成實物。醫療同埋工程都會用到 VR 頭戴式裝置，結合視覺同聽覺輸出，俾你一種身歷其境嘅沉浸式體驗。特別提提大家，觸控式熒幕可以顯示畫面，又可以用手指點擊，係輸入兼輸出裝置。輸出裝置種類繁多，各有長處。下次用電腦嗰陣，不妨多啲留意下啦。